来看中国和菲律宾的争议，讲到中国海警局10号开始施行新规定，扩大海权，和中国海警会当拘留涉嫌入侵争议海域的外籍人士，一留上长就会当甲你留60天。新法规拄施行尔，这中国海警就指控菲律宾的渔民渔船伫真爱达附近海域接近这中国的这个船啊，搁在烧落。菲律宾是表示讲，中国拢伫咧乱转，烦恼讲这海警局的行动会互南海愈来愈紧张。中国海警船甲菲律宾渔船常常伫南海发生纠纷。这个月10号开始，中国海警局开始实施2021年通过的法律，扩大中国海警执法的权利。新制度实施无够2天，中国海警17日发出声明，表示对进入南沙群岛仁爱达附近海域的菲律宾一只运补船采取管制措施。This new procedure, this new regulation is not some specific anti-Philippine arrangement. It's a very common practice all over the world. 中国海警的新规定，允准海警在无经过审判之下，地当拘留涉嫌侵入争议海域的外国人士上长60天，嘛允准海警在管理的海域内底对外国船只用致命的武力。虽然菲律宾知影中国的新规定特别上路，不过菲律宾的军事首长有关敦促菲律宾渔民继续伫南海专属的经济区掠鱼啊。相关的船只17日发生烧弄了后，中国海警表示是菲律宾运补船袂插中国海警的警告，用无专业的方式调降危险接近中国正常咧行的船只，才发生烧弄。They are disguised fishermen. They are paramilitary forces, and actually. For my opinion, these organized fishing affairs are somehow like the riot in the sea. 对于中国的指控，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事务办公室反驳，表示中国海警对菲律宾船只采取野蛮甲无人道的做法，无同意中国有欺骗性甲互人误会讲法，不过嘛未说明菲律宾补给日本的细节。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嘛烦恼，中国海警的新规定会有关南海的紧张情势。菲律宾已经伫15日向联合国提交申请，讲有权确定因大陆坪的外部界限到西部的巴拉望岛外海350海里，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准的上大范围。讲是新闻台上朋友。